白龙珠之魅力，使用对多龙剑，按照这个独角妖龙的精道，历时3日。现在白龙珠中着365度的敌气，伊生命在结尾时阵，盖棺论定也懵赛，那就观察我初点突击。这时阵的白龙珠性机脱离中口，李中比随后追踪这边断回七步多龙剑。金龙珠李娃娃，按照伊正义三星的装束，赫然旗顶混结大战王府的冠军，相逢大战非常的激烈。这个时阵，直接阳台特别斗出对方关咯。对方关杀死前卡林王都，浑南四号已经杀出，包围阳台。小子怎么去？四个头的超轮前，直接阳台生命在位，措手不及。这个时阵，金王子见情况不妙，怕收兵。兄弟啊，收兵啊！不走啊！这敌人了无着西部人来人啊！在对啊！啊，兄弟，稍等下，对也对袂着啦。这班人身手非凡，来往自如。你甲看迄个囡仔，也是扫刀7、8尺长，吼，欢扫天下，如斩瓜切菜，势如破竹啊！不但是如此，你甲看迄个对方关迄个人啊，迄个对方关，这杀死敌人如探亡取物。兄弟，这个所在，无啥安全呢。我看咱兄弟也都离开这才对啊！大哥，你细眼差了，恁兄弟是毋是来这个所在在要求官求职？为什么敌人抓无着就要走？假使恁若是想要求官者，应该就爱抓着敌人，安尼王爷自然就甲恁封事。封事，哼，老汉不敢奢望啦。主要也就是爱恁夫妻会当团圆啊！哦，原来就是桂兰请恁来吗？唉。可怜的桂兰，可怜的桂兰，伊爱着一个1岁的囡仔，流浪天涯，来这个所在要找你，互你甲伊拒绝，甲伊赶出。伊不惜风霜凄苦去找阮3个人，自将着伊内心的苦痛分诉。迄当阵我想着要甲你计较，结局桂兰也阁是好言好语甲我宣劝，希望你会当规范空中之道。你这个得意忘形的人，真是令人气愤！大哥，世事分大小甲轻重，大小甲轻重，然啊，好比讲娶某容易，但是这个求官是为难呢。什么？无情无义禽兽，无拍你就对命你！哎，大哥啊，咱4兄弟当时大家是食车酒所结拜金兰啊，伫这个所在反目成仇，安尼真歹看。做兄弟首先呐，爱亲民大义啊，对不对？爱踮这所在计较啊，歹看伤啊。小虎，老三讲了也真有道理。我希望兄弟唔通反目成仇，希望你赶紧离开此地。你会知影，这个安化王也唔是善类啊。这安化王唔是你得要负的名字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知影吗？3位兄长。你若无想要做官，也赶紧甲我离开，唔通拍破我的好梦啊！好，好，德生，到这个时阵，我甲你挂色断义，
看你有甚物好的结果。来，离开吧。啊，离开，行，哼，唔正经，禽兽。大哥，二哥、三哥，请你谅解我。我来这个所在得到这个机会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袂当了解吗？小虎，好，小姐，你真辛苦咯，大战敌人，啊身躯有受伤啊无？无啦，敌人叫走去，我感觉真危险，对王爷不能交代。无要紧啦，我的父王吼，办一隻酒伫咧等你呢，伫要甲你洗尘，要甲你安慰，我陪你啉酒嘛吼，小虎。多谢小姐。啊是咧烦恼什么啦？一醉千秋解，三杯万事成啦，吼，小虎。多谢了。好了，那个，喂，大勇士，你的七宝多龙剑献给我，我即还立你的性命。你这般无奈，你这般摇头看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诶？宝剑夺起来！安尼好，宝剑一旦夺着，赶紧到云南王府来去帮助王爷收敌敌人吗？千万唔通违抗老师的命令。什么？所以我老早甲你讲了啊，我的目的就是要夺龙，这个独角妖龙天下无敌。我臂中臂武六筋，那是要斩死妖龙者，唔是叫做天下无敌、轰动武林的臂中臂啦。哈？你敢讲给我？也是免啦。哎，你以笑还乡！你有那该死！啊！我臂中臂武六筋，绝对要斩死这只独角的妖龙。妖龙啊，慢车走！天下无敌的臂中臂，这要砍断你的龙头！妖龙啊，出来呀！我想见做官，我同我来想这个只了，这个少年家啊，这叫做卖红薯，这叫有气魄，这叫勇敢，这我来甲想了，啊没死哦，好哩了，我来种枪命来讲，哎呦，金光闪闪，水起一条，哦，那是啥桥啊？学海无边境，虽说我万灵，讲图文武典，必杀红顶经。半生为红顶，可怜的歹孔明，前世魂未绝，敬爱修家人。笑啊笑啊！你听我讲讲，我都敬爱修家人啊。派你当搞小人，徒弟。不听我言，造成今天的失败。你是得其剑，不得其时，但是为师不能挂下你，求你回转五龙岗吧，我多啊！说叫呀了，我啦叫这个买红做没信是啦，对啦，这个袂使死的，这个人哦真有气魄，也为着这老百姓安危在着想，这好人呢，所以啊，伊那个叫迄时绝对无唔对，安尼看这个唔煞文明，天下迄个买孔明的款呢，我买去救就买，买红薯甲买孔明单一对手，啊，今日说老条，这个我无介意啊，这个算迄个乌都啦，腰都无介意，喂。
爱我面的啊！你娘我讲嘢，生人面的，你若本来拢爱甲我想，啊，即嘛免想啦，即个互你啦，我紧你啦，互你去听啦，我让你啦，我这老仙哦对人该赞哦，我紧你啊！哼，你娘我讲啊！啊，你真哩讲无点要甲想啦，啊好啊，无闲下嘛好，来唱起来。靖海宫，新地靖海宫，靖海公主派出2名得意的徒弟，女法师洪海棠以及魔剑王乌心手，特别去帮助安化王指点魔力。李千岁，迄个靖海宫讲派一个剑王，甲派一个理法师要来帮助。真好，真好！剃头兼马杀鸡，呸！什么马杀鸡？理法师就是会讲按摩，呀王爷你疲劳亚身，呀甲你嗲灵俩俩的真爽快。好大话你乱讲！来人啊，还他进见。啊，听你啊，来哟！洪海棠，乌心手，叩见千岁，千岁。免礼。靖海公主派恁2位来吗？正是啦，王爷千岁，第一批毕中帝甲吴大华，唔知有来无吼？无来啊。奇怪，安怎会无来呢？理法师、魔剑王，恁2人不涉风霜之苦，请入宾馆休息，候本王宴台吧。多谢王家千岁呀！王爷，你的言好不浅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较早咧爱迄个易慧香，易慧香死去了后，还佫送一个美人来，啊，这个比易慧香水3倍。水3倍要送啥？这个都是靖海宫派出来啊！靖海宫派出来嘛是共款，你的人都样车，哦，安尼啦，王爷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，你使拢知影我的开口，我都是你的巴肚内的面汤。哈哈哈哈！妙哉，妙哉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甲本王干一杯。多谢王爷千岁。啉啦，啉啦。来了。哇！洪海棠，你敢若亲像仙女下凡？这是你的夸奖啊！听讲你的武功真好。是啊，我法术高强啊。哇，来好，来啉。再饮几杯？酒量够了，我头壳讲懵呢。啉嘛。啊！已经茫茫醉，这个是好斗水家所帮助我的啦。这妙药真好用，甲敷入洞房。苏梅昨暝来无倒来宾馆啊？奇怪。师爷，什么？昨暝无倒来困？现在起来在靠什么？师爷，王爷昨暝设宴招待我，真好。用马粉酒甲我灌醉。然后呢？我已经失精了。哼！失精？安化王，你敢安尼做？啊？你怎嫁嘛？嫁做王妃嘛？不爱啦，迄个人遐尼恶，遐尼凶，佫遐尼老，我不爱啦。然后无你的意思是安怎？当来靖海宫讲互老师知影，看老师要如何处理啦。安尼好，回转靖海宫见老师分数。
圣母，全然无尊敬我，圣母非敌不可，龙啊，龙啊！将安华王毁灭单挑啊！干王添增1,000名的武士，真是使人头疼。不要紧嘞，以前敢死万人不敢当，唔通成金呢。紧事看办，善机无字何当就对了。我会了，我要来求见金王子啊！入来，来了。参见金王子替娃娃。面色面色，到底是要做什么大名啊？我就是分中虎。分中好，但我唔知伫什么所在看到你，我想看卖。金王子替娃娃，我是我的四弟连累，咱是在王府见面过听说。对，这栋拢总是干王的鸟儿拍。小等咧，互伊讲述落去，分中好，你搁讲述落去。是啦，各位英雄，我真唔对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痛改前非了，愿弃邪归正，所以来到这个所在，甲各位会这不是咧。同时，我将这个详细情形讲恁听啦。首先，我来介绍我的二弟、三弟，这位就是我的四弟的太太，这就是我的弟妇啦。因为我的四弟执迷不悟，将士干王，望各位英雄来想看有什么好办法，如我的四弟甲伊挽回空中之道，我也当弃暗投明。但是希望各位唔通杀死我的四弟。如果你若杀死我的四弟，弟妇甲侄儿实在太可怜啦。分中我大哥，你放心啦。像伊对你讲，知过必改，善莫大焉，己勇不求啦吼。你永远踮在这个正气山庄的所在，咱大家团结起来，以群策群力来打倒干王，为民除害，确保国家的安全。如果王子不去者，阮兄弟互通搭配，在所不惜啊！妖龙啊，出来！避中避点这所在在咧等你，我一定得要斩死妖龙，在武林的夸耀。我就是武林独一无二的高手，三良的英雄，避中避无六斤啊！出来啊，妖龙啊，你免多藏，出来！这个刀随我回山，回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大名士，昆仑园林，我的多量工作成功在望，请恁唔通来阻碍我。什么？你偷人的秘籍，你还不自首？秘籍已经是变成无用啦，各位闪开哦！然后无你会注意我手中所拿一口七宝的多量剑啊！哎呀！北海三大名士当昆仑元神，要掠头宝的飞贼归啊！但是毕中帝已经发狂，不尽亲友，挥剑乱砍。三大名孙甲昆仑元神生命危在旦夕。四大仙阁在千金一落之际，远远传来歌声。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呢出现在松林地界？到底是人还是鬼？
得真紧，爱哪走？四代先到武坏，哈哈哈哈！我全天下上强的，我武林上强的啦！我是对武的啦！姚龙啊，出来吧！姚龙啊，赶紧出来决斗吧！哦，金家宣扬有何指示？当归分高，你大胆！他将这七宝多良剑送给敌人咯。这就是运命之神来甲我招的。不管如何，我爱你建功赎罪。哈，建功赎罪？有人伫咧讲，爱奴甲这个贵闽三郎无死，伊嫌王婿带入闭关机密文伫咧练功夫的，一定爱入去探出真相，可惜断分想会插在你的身上。是。来人啦！准备大破闭关机密文了。入去。用笔。奇怪，剑座当过分高入去，无同无情，害我本身就要砸他们上身。先别杀人功劳啥人？好。严家宣扬亲进罢官机密文，蒙受严厉，雷声霹鸣，惊动三角。钱总爷，事情不妙咯！哇，一尾迄个独家的人寿，安尼哦，害死几百人，啊，规个县城国拢总叫南破呢，啊，对咱王府已经直直讲来啊。啥物？独家怪龙？哎呀，哦，足大尾啦，过了10顿关呢。来人啊！出阵斩死怪龙啊！心招挂对怪龙，伊要毁掉安化王的全部。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果，平成乌变乌。现在当小虎鸟战队要斩怪龙，是不是成功呢？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面了了。